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欢迎收看福喜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剪纸算是一代我等传统的艺术，但是藤顿时代进步后，其实我哋更加越来越少看到。我哋今日福喜来邀請到來賓，算是一代傳承我哋客家剪紙的民間的藝術家，我哋龔一蘭先生來到我現場。透過一個故事，我哋都提講，馬家按到客家剪紙，同時我哋會一步了解到我哋客家剪紙，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一蘭先生來到現場。一蘭先生好。主持人好，客家觀眾大家好，我係對鳳山過來嘅龔一蘭。今日各位歡迎我哋一蘭先生來到現場吼。但是睇我哋嘅節目一開始啊，吼，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紹介一下講，一蘭先生這個係哪邊嘅客家人啊？我本身，我爸爸係廣東客家人啊，我媽媽係女埔嘅客家人，故說我係100%嘅客家人啊。係啊，廣東客家人係廣東嘅哪邊啊？五華嘅客家嘅口音，啷個冇共用啦？係啊，啷個重意思？對啊，故說我講嘅客家話哈，有攞到廣東嘅腔，但我哋台灣也有客家嘅腔，有時講出來，大家會感覺到我係哪人呢？我講我係呢部嘅人，傳統人都冇特別上心啦，係所以係寫啦，冇簽標準嘅行哈。客家都係寫嚟哦。冇啦，冇話快寫唔快寫，因為本來你中國啲客家腔都幾多啊，其實你多我哋台灣人係雖然講唔係咧係女僕嘅但是其實女僕咪幾多，我哋譬如講早期嘛，幾多對北部西下來呀，係啊，嗰時等於你講這個係啲我哋講五華其實嘛算講西安啦，但是講嘅而家應該重一些。能夠重一些。係。咁你談好了冇個貼片啊？能夠貼片哈。回到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因為其實我哋會所講到個客家剪紙，因為其實對我哋萬世來看嘅話，其實我哋常常看到係我哋講五福圖，我冇講我哋五福圖啦，但係一般來講嘅話，一五福圖同我哋嘅春聯有乜個差別咯？係按嚟講，嘅春聯哈係。大部分係好多人疊嘅，我哋客家人係那個貨房係咪？貨房本哈，能夠多，啊個貨房本哈，我辦事時哈，都有看到家家戶戶啊，睇個工人嘅時候，自家會剪，自家嚟剪也條五福圖，哈，會自家疊，係按我哋按嚟五福圖哈，佢嘅圖案，它是有按照它的。福祿壽喜跟八卦的圖騰來砍入這個五福圖裡面，不能把那個圖騰亂參差，還是這樣子。譬如講安尼，福哈就會給琵琶、點胡、胡菜，然後給書。鹿就是要鹿角跟聚寶盆，然後給樹哈就會燉個壽桃。壽的話，因為人一個壽就是本身要健康的身體，萬會有青島嘅子孫，哈，咩會有錢啦，哈，讓做得講，達到長壽的這個條件，啊，那個喜的話就會挺個喜花春，春花大概結好緣，雙愛喜，砍在這個圖騰裡面。所以說，再來的話，我們八卦哈，它有很嚴格的圖騰的砍入，一定要有八公，還要有松樹，哈，這個還有個水要有個香爐，八卦的圖騰是不能亂砍的。係啊。故說安尼，我都希望講吼，一個五福圖哈，第一安泰嘅環境裡吼，真少看到嘅啊，所以我希望啊，大家做點哈，喺大環境裡哈，可以多多看到這個五福圖。因為安尼談好了，真是頗有意思啦吼。第一個雖然講係五福圖，但是因為
安尼讲，你更加常常会看到，譬如过年的时节，我在路买个招财进宝啦，吼，嗰種煙的咧，米咧就係福祿壽，米種就咁樣，吼，得疊5種，冇得疊3種。但是你突然一講了個吧，就會發現講，原來傳統嘅時節，福祿壽喜，伊阿個情志是非常的固定，非常的嚴格，吼，過年節咧，吼，你喺書如果有擘個圖形。好，那福如果有那个图形，好，然后同时头先生讲的，俺姨咪可以重要的讲，不可以混用。对，错，像我哋以前咧搭嘅五福图嘅时候，更加现在都用嘅拍胶嘅啊，白胶跟双面胶，我哋都用乜嘅咧，翻粒嘅，安尼粘落去，抹落去都做得疊嘅。佢環保。嘿，真環保嘅，我就很懷念以前嘅條時嘅我哋家家戶戶安尼，都大家年都去剪安尼五福圖安尼，歡歡喜喜嘅疊嘅五福圖嘅時那種感覺，那種氣氛，更加看唔到誒。看唔到，因為佢買片的啦，買片的吼，你冇好選嘛，你頭先我講嘅，你印的佢睇你全部疊片嘅東西吼。但是你看，嗰種像你這個可以學會剪。自己會剪，然後同時米丁人都看，米丁人的書剪得冇窮樣嘛，哈。但是其實對於我哋講福氣，對於運氣的一種追求，其實係冇改變的。但是佢睇譬如講，從你這個欣賞來講，當初我想要學剪紙。係安尼啦。我本身是對一個美勞就很有興趣了。那因為我都結婚了嘛，都一個都團起來，團起來我遇到會做個，遇到個繼續讓家庭能有一份嘅經濟收入，我都買客家班啦，提個高雄客委會嘅地方有一個他們買客家班。98年的時候，高雄客委會他們辦了一個那個客家剪紙的種子研習班。我想講，我還要繼續再拼經濟，維持家境。我每去辦的客家人啦，我都想講要把它推上那個跟客家文化能連結的，我都填去報名的。上課時我都填去上課，結果呢，那個無心插柳成蔭啦，都變咗我上癮了，我一條路栽落去咧，栽落去安尼剪紙這個氛圍裡面，我剪到說很喜歡這個剪紙，越剪越興趣。是這樣的，像這個98年的時，我嘅身上本來一種一個圖騰啊，我把它當作寶呢。就我這張圖騰我就一直在從這張圖騰裡面一直演練，對，一直剪，是這樣啊。剪到那個102年的時候，有一位那個屏科大的研究所的歐美信小姐，她出了這本。6堆客家剪紙，佢送我一本，因為我有聽佢做第8個那個合作作品，故說佢都送我一本。我更是把它當作寶呢，因為我會搞課的時會有一條個客家剪紙的文化跟它的內容由來，我都看一本書。係安尼啊，所以我就把這張當作葵花寶典然後這本當作我的寶。當初你上嘅課時啦，因為這本書其實算是我哋算是南部客家剪紙嘅關於創業嘅傳言，我哋咧邱永元先生嘛，佢當初你上嘅剪紙課時節，咪係永元先生上嘅咩？那個邱玉雲老師，我們種子班，他在我們高雄上了2次種子班，我是第一梯。那這一本的話，就是在寫那個邱玉雲老師，他是在研究所在那個寫的論文的內容，就是跟那個作者跟邱玉雲老師，就在寫邱玉雲老師的
所有的作品。我按你等于如果你头头讲你很珍藏的一张纸哈，也算是一个范本了哈。其实都玉云老师给你的嘛。错啊，我哋上课的时都一下本一种安呢。嘿，你这个情书节呢？对，那很强名啊！哦，我嫌佢强名，冇想到咧，这就是半年的事情。错啊，系啊。从也要范本来讲法，以上面喺台北为算是客家建制底部基础的图形，是不是？有葫芦兽形的图形都在这里面。对，我在背后都有写了，都是什么图腾代表是什么的，都有写上。对啊，它葫芦兽形的图腾都在里面，我重复不断的试剪，所以说我现在可以不用画了，我直接要什么图腾，我就可以剪刀直接剪出来。咁係咪按你講？等於講這種字底部算是我哋的樣本，好，如果我哋的基礎的圖形。基礎的圖騰圖形，對，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為頭先有講到講福祿壽喜底部，譬如講五福圖底部，福祿壽喜底部的基礎圖形，全部睇下底部，全部睇下，因為我頭看到有六角，好有頭誒，有發，好，因為頭先有講嘛，喜一定要有發型嘛，哈，然後我哋要有六角嘛，哈，然後有梳頭嘛，係有 people 嘛，哈，等於如果嗱，今日我把入去練熟嘅。哎，我就會剪，我就可以剪五幅圖。唔錯，都會按嚟咧，嘿，都會按嚟錯。可是第一時間，這個拿到要安珍貴的圖形的時間，都可以是拼命練習，不斷的練習。對，一直到這本出現。我也會對照。對，對照對不對？對，這本書解說的更詳細。是這樣子，因為他要。做這個論文的題材，一定要很詳細的跟邱老師做近距離的探討跟討論這些的，係安尼。原本喺我哋嘅生意呢，我要學剪紙，冇想到我哋呢藝人先生一條行業去以後，發現到講，而自家對剪紙真是熱情歸到。休息下喎，下一段節目嚟到埋嗰度過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來自我哋鳳山嘅江一蘭先生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當初做乜嘅話學我哋客家嘅剪紙。我想問一下先生，因為頭先已經講到我哋嗰度個基礎嘅客家剪紙嘅一些圖形嘛，嗬。你係咪同我哋睇下示範一下講，我哋又可以自家剪嘅一啲東西，好冇？自己本咧係一個客家嘅村啊，剪紙一個村啊，好，要自己本咧，咩最好入門的，對，而且哈，這個剪起來的成就感也是蠻大的。像這個村的話，它可以打開，當做窗花，冇錯，當做窗花按嚟疊，好，咩？做得紮起來，好當做立體春，好沒做得按嚟串起來，當做串春，好，那這個串春哈，它的一個意義就是說，把新的一年的來年哈的祈禱，剪在春的裡面，把它一串串的串起來，做一個祈禱，以達到說，完成這個心願，還有這個目標，是這樣啊，都個。講到安尼哈，每做得安尼插春啦，安尼細細哈，停一陣細細插春，在拜拜嘅時間哈，就是個花糕插松杯，你唔是去買個現成的去甲剪，好，每做得安尼做裝飾，好，講到一個春哈，每做得安尼哈，現場嚟剪，更加剪。講係能剪，因為其實咱嚟講吼。比如講我哋咧薄板上面啦，吼，真的都可以插這個。喺咪有閒的時候，你先做好。這個剪，唔錯。咱個有米頭哦。係啊，一米等於剪咧，因為太細冇缺氧嘛，吼，米等於剪的速度冇缺氧。個祈禱嘅內容沒有冇缺氧，啊，譬如講我哋講講新的一年哈，讓他說能讓我們的經濟穩定啦。
啊，有一些比较好过哈，就建一个的啊，那个元宝底杯，就是祈求我们的经济方面不要有太困难的收入，然后哈。因为祈求给阿公阿婆啊要长寿的时候哈，就是说要建给手的，那个头的，对，啊，建给子孙呐，哈，啊个建给嘛个，如某供用的吉祥的图形对对对，某供用的吉祥的图腾摕伫杯，嘿，啊，我见到整一个吼，咱个夹个吼，几分钟两分钟都做得整出来。对，真是以前的人吼，冇乜个东西按偏的时间了哈，按偏满的时间，用这个通俗于简约的事情，真是我感觉到讲，其实新的一年哈，因为你剪的这个春哈，鬼都会祝福，你睇你一件一件那地方都赶入去的。错噶，因为祈求嘛，个如去个整入来咧。系啊，今前的时候你去个希望吼啊，这生意呢可以平安胎啊吼，啊，这胎儿啥可以健健康康哦。好，过程一剪一剪的过程里面，你就把所有的祝福都放在里面了。都整到底杯来，啊，我整下个吼，就是一个的吼，都祈求讲啊，我个生意咧啊，哦要。较有趁钱吼，较那个吼存事啦吼，无按困难个做事吼，要存钱无容易，嘿，啊存钱能够顺时意思，嘿安尼，啊我愈整安尼的吼，对，啊也个吼，大傀儡哈，愈迄做得一个窗花，大傀儡哈做一个窗花，嘿安尼大傀儡。啊，个十起来哈，愈一类安尼存的哈，对，作风啊，书柜底杯啊，哈，要做的做一个装饰啊，一种立体的存啊，哈，嘿啊，有迄缝子剪出来哈，你看也个一个喜气哈，冇错，系啊，伊都俺哋算是俺哋鬼传统的一种图形啊，哈，但是其实因为俺哋现场地方有几多你这个要带来的作品，哈，嘛迄，但是迄结合到俺因为俺哋经验系3年嘛，哈，迄结合到俺哋经验的一个成效的一种作品，你要同人观众朋友体育设计一下讲，譬如讲要要灯笼我想我设计安尼一种图形啊，一个灯笼哈，迄5月9号的时哈，个。台树昆仲公园基金会，邀请我去设计一个灯笼的作品，啊，我就设计了好几张啊，嘛迄讲按照它的时段以内哈，让他们现场人员可以剪完成。对我自己也要试做，好啊，所以说这个灯笼在现场是大受欢迎啦。对，看起来很复杂呢，看好了几复杂呢。伊的时间你剪的黑没？时间你都剪的黑嘞，而且我有用让它，这是双蛇嘛，用10电呢，10电你剪起来大块来都2十个啊。我等于讲，先你剪1只，但是大块就变2剪1只的时间，大块来都变2只，安尼黑毛，你看啦，安尼黑毛。但是其实看了几讲哦。好分哈。一等讲，系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场嘛有记的，譬如说像窗花的，同那观众朋友设计一下好。呀30个窗花哈，如迄。因为11号是个凤山社大哈，他们也是请我，在去年就请我设计新的，24年嘅3个年哈，停一个3个哈设计落去，好啊又要是在1月份也是在迎春的时候，春节时段，所以说我就设计了双蛇迎春，还有富贵双蛇迎春，是这样，还有这个雕一个吊饰也是有双蛇、单蛇这些的作品，是这样子设计来的啊，让他们去选课程可以完成的。那目前来讲，只有2个他们可以完成，时间内可以完成，那其他可能就比较难一点。那看到有个图形来讲法啦，哈，因为虽然讲迄算是24年啊，就是蛇年，哈，伊的主题嘛，哈，但是以下个隔壁个图形，就像头东经常讲一样，它还是传统的那种客家剪纸的图形。这个本身这个课是以客家剪纸为主题。为了要配合这个时令跟时节，
所以我都真安尼三个哈，以色列三个嘅人。但是我哈基本上哈，我嘅基本嘅客家嘅图腾唔会忘记，我会听佢砍进去。像也有客家村啊，还有客家嘅结好缘，还有蛮有嘅客家嘅兴旺图腾都有砍在里面，是这样子。所以我是结合客家的图腾，不完全是以传统的。减法，是这样子。对啊，因为其实虽然讲还有，譬如说有蛇的意味在里面，哈，有纯的意味在里面，但是你仔细看都可以看到，头都欣赏讲好，这种的客家这种传统的这种形式的东西，全部嘛有睇地方。佮过去拍到讲，也边的呢米台係結婚用的。係哩。也咁嘅事啊，以前哈，我哋以前都一個都買嘅。现成的，什么用的八卦嘛，用印的八卦，我哋嘅客家人哈都懂剪呢，一個全部都停嘅葫芦壽喜的圖騰，還有八卦，全部整入去嘅，表示祝福一個新年啊哈，早點哈平安。顺利这样子，因为其实我哋一般都看到嗰種用印的咧，上面都放印的八卦圖形的，好冇想到其實睇我哋台灣的客家的傳統地方，其實係有一啲按有意思的一種東西啦。佢衝入表，因為其實頭先我哋先係已經有講到講，最近開始學習我哋傳統的客家的剪紙，一直到後來你看這個會結合到我哋譬如講今年係3年。你會把啥的圖形標進去，但是也要本體已用的東西還是我哋客家剪紙。你這個還記得你第一擺創作嘅作品係乜冇？第一擺我都聽我嘅先生模仿我嘅先生剪的啊，一個唇啊，也掉個唇啊，還有一些圖騰砍入的窗花，那個是傳統式的窗花，更加哈都有變化輕度，無共用的窗花，按那個蔥的花、喜花也掉，按那個創作，能夠特別的都係按那三個啦，還有看乜嘅課程哈，按那人設計乜嘅內容，像生意呢。生意呢，好嘅，剪呢，我都設計能夠簡單的一些動漫的圖案進去。那老人家呢，銀華族的，我都設計嘅結合字跟客家圖騰這些設計，讓老人家剪，讓他們也比較容易達到，比較容易剪，不會那麼困難，也比較容易成功，是這樣子。係咩講？其實對你來講嘛，其實你而家嘅一啲創作嘅一啲本體都講，你可能會以為，譬如講生人咧，佢喜歡動漫，好，佢了解動畫，好，睇人咧話，可能老人家話可能一路設計一個圖形都更簡單一些，因為我哋可能睇人啥數冇按靈巧嘛，哈，但是除了主題以外，以外其他的部分還是喺我哋團隊我哋客家嘅剪紙嘅一個基本嘅法用去做改變嘅。會哦，我都會看那個課程哈，係年齡，還有他們的背景，從來學嘅有青島嘅先生啊，外語老師啊，還有幼稚園老師啊，還有一些其他的族群來學。對啊，我會針對這個課程的他們的需求，或者是說他們的年齡層來設計。對，唔會講一次都一變不成啊。係，就是會設計無共用的，像兩種的三個哈，都兩個課程啊。係兩個層次啊。像那個2月9號的這個哈，全部都老師。外語老師，還有幼稚園老師，就一班裡面就有6、7位老師了。嗰時伊啲課程嘅設計啊，我建議伊嘅學生嘅無共嘅長度啦，無還有伊嘅年齡做無共嘅設計。休息下喎，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好精彩嘅故事。
翻过来，福起来。双节目来自爱登凤山的江一兰先生来到现场，同埋分享一定几道的作品。我就想問一下先生，因為其實人家唔即係有一啲教學嘅課程嘛，嗬。誒，當初做乜我開始你會兼職嘅教學咯？哦，一個由來哈，當初嘅98年嘅時候，我咪上嘅客家兼職嘅種子課嘛，係啊。啊，底背有一個志工組長喺講安尼，佢喺退休嘅先生，佢喺講愛登喺客委會培養出來的種子班的學員，應該就是可以直接來帶動課程，像喺安尼聽嘅上輩哈講安尼意思。好，會推薦我下去教課，所以說我就從那個時候就有教剪紙的這個歷練跟經驗，是這樣。而且我長期在客委會那邊在教的時候，就歷練了我很多的經驗，是這樣由來的。其實你講冇唔錯咧，因為你喺種子班嘛，嗬。但係如果我把你的訓練出來，還有你都像種子一樣，椰喺外面去，然後自己去長大，自己去把我的客家剪紙發揚光大嘛。嗰時教學教學這件事情係一部分最重要嘅。嗰時幾時前唔睇的係哪教學啊？我睇嘅教學嘅咩係客委會，高雄客委會底部的教師教的，教青多年咧。啊，你因為嘅COVID-19 的這個狀況，我就很少教了，就是很少有課了。青島外面那個學校誒，大家團體，好，如果請到嘅客委會推薦有兼職嘅先生嘛，安尼哈，如客委會有乜嘅課就會介紹我去上課安尼。睇個112年這個12月睇個新興圖書館哈，有一個親友戲嘅事情，我睇個搞個會翩翩起舞的個詠葉嘅哈，那個因為是親子班，大家上的也是很愉快的時候啊，就跟有一對個母女啊，同我聊天講。先生誒，睇嘅高雄客委會嘅有上過一個真特別的課誒，講乜嘅而家嘅用葉會比啊，個課有一個和平鴿，它也是會飛，還有一個老鷹也是會飛，那個老師很厲害呢，真的很佩服他。我想一下，奇怪咧，個路我設計咧，對，獨一無二，就是我設計的，沒有第二支。對，我說，那你說的那個老師就是我呢，你不認得了嗎？他們就很高興，就把我當作偶像，就把我當作偶像。這個下課的時候還跟我合照，幾乎每一對親子都跟我合照，是這樣讓我覺得說，我心肝都清歡喜呢，都可以讀到一個粉絲啊，是這樣。再過來今天哈，上一兼職的課哈，會上網去看說，哪邊有像我的名字會打在上面啊，有江老師開的剪紙課，他們會上網去圖書館啊，或者是說什麼單位的話去看，什麼基金會去看有我的課程，他們會追着我的課去上。是這樣子，嗰時等於你講，其實教學教久嘅呀，嘛有粉絲嘅呢，哈。係啊係啊。但是人嘛喺入面之間真的會，個用心喺教學啦，同時嘅個用心喺設計無窮嘅課程。佢從一般來講話，普通話等於嘛有多少有講到啦。你講，譬如講無窮樣嘅年紀，譬如講老人家，嚇，也會數無按好，無按靈巧啦，嚇。嗰時以前嘅東西可能一個太冇，你講圖形個簡單。你係咪同人紹介一下呢？我今年哈，營養的時候，睇個鳳山長庚，他們有一個醫事西據點的單位哈，辦那個老人家嘅銀髮族的課程。他們最主要是課程內容是預防老人痴呆，還有預防老人的那種
肌少症的一些法通，还有讲本老人家嘅术哈，能够灵活配合眼、手、脑的活动，像我哋也嘅剪子，我哋拄到也嘅老人家剪子嘅时候，也嘅老人家都65岁到90岁，年纪过大一些哈，年纪能够大，啊，今年嘅年做那么安利嘅，冇错，啊，我都本来係按西藏嘅。啊，我揾到安泰藏嘅，好，你比的作品变得过大一些，要放大，本今年那个容易剪，也比较容易完成啊。他们完成以后都很开心，很开心啊，几乎每一个都成功，很漂亮呢。对，每一个都有成功哈，对，是安尼。哦，也是写形呢，系写形呢，安尼都写个一个字跟图腾合在一起。好，就放大版而已，就是这样，是这样，系啊，录应该会数模按优的啦，哈，眼字毛模按理的，但是你把我的眼来图形不用太，都能可以完成，嘿，都比较容易完成，冇错，冇错，系啊，嘿，但是因为现场哦，吧，有个算是窗花咪，哦，一个窗花哈，跟我个先生教的啊，佢有教一个基本的窗花，啊，我都去甲设计哈。葫芦寿喜的图腾全部都砍入了，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算是说我给他创作的。因为也同我哋一般的传统的形都冇同样的啦，哈。冇同样的，系啊，对。但是某边咧讲我哋传统的客家剪纸的这种基本型款，你还是有放在里面。有，全部都是客家图腾砍在里面，按照这个名称符。都挺嘅福吹啊、people 啊，都剪到底杯，哈，鹿有嘅白bun啊、鹿角啊，还有这个聚宝盆啊、元宝呀碟。啊，书的话也是说一个寿的话，就是说一个祝福一个人的长寿，这就是说，如果你要祝福一个人升官发财，就剪禄；如果祝福一个人平安的话，就是剪福。那祝福阿公阿伯的长寿。都剪一个寿，那寿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健康，健康才能长寿。所以说，没会有子孙啦。当然，最主要的也是会有钱啦。系啊，呀，最重要的事情啦。系啊，一个系基本的条件啦，是安尼啊，系啊。但是贵体譬如讲，也要读作品里边吼，我哋看到贵体譬如人形，人的形状，佢系乜个意思呢？呀，底部哈有一个 C 啦，一个 C 妹哈，那个结合起来，它一个有子有女，就是一个好字，哈，有妹有来耶，安呢，嘿，按你看到都是最好最完美的一个圆哈，就是完美的一个。好的结果是这样子，而且你的很具象的去剪出哈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嘿啊，不但是唔系讲唔系讲如果能够抽象的东西，还有个具象的一个影，然后一个女一个男一个妹，安尼哈就形成一个好字，嘿安尼。没错，但是可以看得到讲，以西片还是俺的客家的剪纸的传统图腾，然后它也个好嘅也个图哈，迄做乜嘅时间呢？结婚的时，搭起来搭要姜的方，哈，就是祈祷说，做点哈顺顺利利哈，姜妹，是挺个姜来的安尼意思啦，多顺的意思啦，多顺的意思，嘿安尼冇错，嘿。你头头也看到，譬如讲那个串村啊，哈，因为头头也边咧村啊，佢譬如讲。伊迄立体的呢吼，伊要四面看上来，唔单止迄松沙，有的话底部有部分有不同的图形，也应该算是进阶版本吧。也个沙果迄个去甲设计啊，个串村迄个电线上的啊，大傀儡哈，迄立体的哈，这个是意味着说四季春。那四季春，然后四季来讲的话，它就如同春天一样，不会。达到冬天有那么困难啊，或者是热天的时候，要安热哈，要清不舒服嘅感觉到，就是达到四季如春的意思。喺黑暗的
设计起来嗯的。但是要要立体村，伊迄咩等于你讲，爱其实唔要想头到伊下，嘛等个剪一摆，你打开了，你穿嘞，伊这个迄咩爱剪四摆啊？唔咩咧，前一摆都做得咧，真的打开咧，砸下来都失败。啊，总体来讲哈，要给纯哈，我们客家早期不是有那个谷仓吗？谷仓的形状，它是村跟客家跟这个客家村，它的是象形字的，它是像那个谷仓一样。哎呀，给都是太有没有？做的存粮，那个谷仓不是也会贴一个村字？这个村的外形就是根据这个谷仓的这个外形来那个形成的，是这样。客家的村跟喜是这样的由来，是这样子。可是等于如果也要凸显，其实还是有一个寓意在里面。对，就是有这个寓意在的。对，对你来哦，有乜期望冇？未来有什么计划？未来希望讲做得有2-3月嘅传承咧，学生诶，现在年轻人他们比较会一些电脑的这个动作，我们年龄老了在这方面我们真的很弱，所以在这个剪纸方面我觉得对年轻人要教课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但是呢，但是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新的技能了对，而且可以透过电脑去让它传得更广。对，虽然讲当初喺因为去学到伊的中资版的呢，也让欣赏，伊没想到一路开始变成来的客家剪纸的伊的艺术的传言。但是伊嘛希望也要按正规的客家艺术可以继续永远传下去。今日感谢大家来欣赏来到现场分享按精彩的故事。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观众。休息一下喎，得停下嚟欣賞來共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